Hello， 大家好，我是高本吼，今日又来到我哋夫妻来节目咯。同讲到一只个，大家好有学过一个教育也有咩嘅呢？一定大家有经验，但係学贵嘅一个部分，大家应该各少年知吧？尤其係讲一般学宠物啊，贵嘅可能一两集。我聽講啊，喺屏東嘅家庭有人學嘅一太遲嘅貴嘢呢，哇！做乜嘅愛學按度嘅貴嘢咯？今日啦，就特別有請到一位阿姐嚟到我哋節目，特別好好同大家分享一下佢嘅故事。做乜嘅愛學按度嘅貴嘢，特別有兩版神奇嘅故事哦。我哋今日來分享，我哋用太子。主持人吼，大家觀眾大家好吼，啊咧係咧來面農啊，喺啲家庭嘅吼，從容嘅用男人。男仔，本來想講啊，喺家庭人，冇想到自家喺小嘅時節講喺面農哦，做乜嘅伊啲面農人唔會走啲家庭嗰邊去學貴嘢咯？我算面農加高上，高上要來家庭買天嚟，從容買天嚟，買嘢吼，啲嘢學貴嘢。哦，你男仔，做乜嘅會特別選擇到家庭入邊來學一個貴嘢咯？因為南部嘅天氣幾好，因為貴嘅寒冷嘅地方冇辦法，而家咧成功率孵化率冇咁大，而溫度高啊安尼孵化率嘅幾率較高。家庭一多一個朋友一天來，啲買啊多，我準備種安尼水果，我要透過我嘅朋友滿意。冇日天嚟買藝好啊，來學貴嘅，所以要啲家庭從容嘅就請到啲2塊天嚟。原來你嗰所講，其實我哋南部屏東入邊咧嘅天氣環境真適合學一條嘅貴嘅，都好睇嘅。有人愛買一個天，做本人也買本人，安尼有一個環境有一個條件啦。你學貴嘅時間有想到講，我哋一下我愛學一道閘嘛？幾下冇想到，全部親家嘅講人一切攏比做安尼春芽去創啊完全一模一樣，安尼複製過來去做嘅。你其實嗰時間算係入門，張開始懂嘛？錯冇？冇一個經驗嘅時間，你會去同親家學習呢，也係講你自家行去上課啊呢？我哋會嘛上網因為電腦幾方便嘛，先生對電腦個有興趣時常會乜問題會上網去查，一來會問有學過幾個人，親家嘅乜嘅要教，同步從頭聽面都會教，從一下延緩嘅時間我先生要就算做大作要去交流，要學一啲交流，要去學。安樣嘅熱暖啦，安樣嘅排啦，安樣嘅注意講嘅，也呢安樣嘅熱氣孵化室，孵化室安樣嘅溫度濕度乜嘅藥從頭到尾就學一遍啊！你嚟你自家睇學嘅，真是睇學嘅之後有失敗後悔講原來按到嘅細條，按到嘅學問係地步，會唔會幾麻煩？要按你後悔過？有唔過冇辦法，因為你投資下去裝貴嘅成本差唔多1000萬嘅。哇！所以講買按到個成後嘅你硬體設備啦，同步木嘅啦，同步從磨開始做到油，哇！其中你辛苦唔係一般人想象得到嘅。人哋學貴嘅其實嘅環境，除了天時嘅條件愛配合之外，佢喺啲地方，人哋第一講學嘅會有唔同嘅度嘛。學貴其實嘅池塘會特別設計過嘛，有乜嘅愛注意嘅冇？有我設計嘢，安尼過土水嘅安尼塵土啦，古嘅安尼要做安尼排嘅比北上嘅，因為反正全部都純手工啦，有手工安尼一個一個安尼做啊，所以講嘅水台風天來嘅水會漫出來驚貴會走出來所以攏設計安尼排水，自動排水出去出來啦。靚姐，今日所啲貴嘅佢除了會熱奶變起地步之外，今下千萬百個香頭呢，你啲詞係沒有特別設計過，本身個果啦，也係講有嗰個貴嘅健康嚟，本身係唔會安尼爬出來
吼，安尼是安尼会有做安尼挡土墙，做起来四周围拢有围落，所以讲安尼又有做一个轨道吼，爱送饲料，爱送去遐吼，唔是讲用安尼人工吼，安尼用安尼勒起来勒饲料，用轨道吼，有个安尼小火车样安送过去quite方便，所以讲哈。规个拔唔出来，哎，味论嘞。有这批设计高路做嘅。嘿，错。安尼，规个吼，其除了要有水之外，也通讲啊，规个今日行为个洗泥头，也有广东人喺地部要摆嘅嘛，吼，摆嗰种本件嘅白送伊个洗泥头。假使讲冇洗泥头，冇泥头好洗嘅时节，會有一年啊，第一講修個寵物咧，今日行會變個燈泡有冇？哦，今日本件家紋啊，吼，本件嘅紋案，人咧幾嘢咯？安尼按都冇辦法教咯，因為安尼南部嘅安尼天氣吼幾好，日頭吼必須攞日頭太日頭啦，所以吼幾個吼伊要北上來吼洗日頭，伊唔會長期吼佇水方，長期佇水方吼伊會不平。嘿。講到嘢只，其實係冇滿到佢哋充電咧。你幾個其實品種幾多啊？台灣咧幾個品種幾多嘛？人學嘅到底係哪一種龜？人學嘅係咧，安尼台灣龜吼，安尼台灣有5種吼，個有4種個種有保育嘅啦，一種台灣本土嘅啦，所以個一個唔係保育嘅，所以講安尼保育嘅人做唔得嘅安尼大量繁殖啊。嗰種唔係學嘅，係唔係保育咧？係乜嘅龜啊？叫咩名？斑龜。斑龜嘛。個台灣咧草龜、長尾龜、長尾龜。除了長尾龜，佢唔係保育類一個特性之外啦，吼，佢還有乜嘅特色啦？其他特色吼，因為攏有幾多嘅家長會俾細人嚟去認識一個細龜嘅吼，愛學，比如養成一個習慣吼，每日一個。玩水啦，要餵食啦，要照顧伊出嘅，所以吼，一個龜個吼，嗰度安尼小朋友吼，攏幾得意嘅啦。就作為咧寵物，作為咧生命教育嘅教材安尼啦。係錯。大部分嚟講，像一個龜個吼，人哋台灣青少年特色嘛，大部分係愛上嗰度嘛。係錯。總計太了解嗰度，因為佢只一個安尼龜肉做特色，個傳統行出來吼，攏有也風吹啦，伊個龜斑龜吼攏做得竹筒啊，竹龜球啊，係啊。蘭姐，人學龜個當時啊，人剛開始啊學嘅時間，唔知個感覺到個困難、個有挑戰嘅事情，也係講有發生過嘛？跟影響過什麼事情冇？有一擺吼，同親家吼，佢安尼。做龜個吼，伊家己賣龜個上下吼，伊安尼雲林啦吼，伊上下家己賣龜個來，安尼一擺都賣頭700斤啊800斤安尼賣龜個吼，一禮拜去轉咯。有擺去看到個吼，我咯吼用家一推裝好來吼，稱好個吼，用安尼茶個吼一送去遐個吼，慢啲啊一送半安尼去遐用，伊茶能夠請安尼送個倒啊去。哇！啲龜個攏我內傷啊，個最貴來吼看唔出來，外表看唔出來，因為也學過硬嘛，電動安尼冰下去嘅冰以前都燒土啊，燒土好嘅，人冰佢哋安尼水風啦，講緊水風嘅呢，伊差唔多慢慢地會死，慢慢地一隻死半群啊。輸送都安尼，今年除了。見人咧學硬硬，見人書上喺內傷看唔出來嘅種。看唔出來係。用嚟去判定講會有內傷冇？你有一個經驗之後。盡量唔好用太啲安尼個用抽嘅咧。凡是用輕拿輕放就出嚟啦。流出來安尼冰安尼。慢慢嚟，人死人嘅樣啊，慢慢嚟冰下去。安尼冇上當咧，因為一般大家嘅認識講，幾個人看見嘅學硬硬啊，即係講一下，凊彩講一下，應該唔會用辦法。係啊。冇上當還會輸送。唔可以吼，食唔到，個個吼唔係落去水風啊，攏佇當過嘅曬日頭嘅，迄隻個龜可能有問題。安尼講開會流去啦吼，比如燒土，另外開一個安尼生態池安尼，還有另外準備一個生態池。伊這個
规个加护病房，嘿，对，这个会自然疗养，嘿，所以讲也规个安尼问题慢慢的一年比一年认识的甲佮多诶。你无孝顺安多那套。嘿，错，因为咱的育个目的又会改繁殖啊。等于讲，原来其实育个目的除了买子，佢还有做一个繁殖的目的都错嘅。系啦，错啦。哇，观众朋友，冇想到有育几个地方还有按多的学问呢。当喺育几个其他嘅工作，除咗洗头，到底有意多呢？休息下试比赛，继续来了解一下哦。前面讲到，男仔佢哋用办许多家庭开始育一个鬼个育个按多年，其实对一个鬼个一定的熟悉嘅。嗰时候更加开始来问一下男仔有关鬼个嘅知识，从大家来分享一下吧。首先呢，我有啲第一个问题，男仔鬼个我一般看到啊，都上一个相同嘛，到底人哋用办去分辨佢哋係公嘅也係買，像人可能要留一個頭拿毛嘅，可能看得出來，細奶細妹也就一般看得出來嘛。但係鬼個用辦分辨，像更加有帶過來按多隻嘅，看一下，你看一隻同一隻。兩隻上一個上場啊，睇死隻嘅嘛吼，安尼到底我用辦分辨有個鬼係公嘅也係買咯。係啊，唔計變種來看吼。變種來，也蜜蜂也講排便咧泄殖孔有超過安尼也安尼腹甲，也係下背腹甲有超過有係公嘅。係會大下入嘅哦。係泄殖孔，係排便的地方。等下我安尼看見唔會尿尿，放屁亂吧？我常不抹鼻屎的。安尼看見個味因為米會也泄殖孔也排便的地方，也超過也腹甲。有失敗，我看出來，超過超過有公嘅。安尼佢應該係細奶嘅哦。係。唔過唔看，但係做乜嘅人講蟲面貴，佢有個味。安尼唔可以改蟲啊，唔可以改蟲啊，唔看幾啊短短嘅。有地位貴嘅攏短短嘅，原種巴西龜啊，攏嘛短嘅。係啊。嗰時候一隻係公嘅，前面有馬嘅冇？有。也尾巴就比較細。安尼其實細妹呢，安尼反過來白色冇？有個尾巴個細，有個泄殖孔啊，看出來，佢個毛按出來。真是的呢，唔係細妹吼。嗰時候講，其實按嚟看一般看唔出來，一定要反多咗來看，才看得出來。按人學一個鬼啦吼，佢公嘅馬會有特別嘅家私方嘅差別嘛？係一個唔能愛馬嘅嗰度，又係公嘅嗰度。其實一個家私外表看唔出來，公馬嘅家私都相同。按個一般嘅養殖戶學一個鬼嘅攞學馬嘅，因為馬嘅一年要做得太一斤嘅。要做得市面上市場買嘅，公嘅都價格唔會睇，2-3年差唔多睇差半斤左右。所以講，啲睇到要求我哋馬嘅成數價格多，從我哋孵化出來嘅攞馬嘅成分價格多。因為睇到佢想攞學馬嘅，所以都一年要做得安尼。賣出去有錢數入來，所以投資嘅報酬率甲佢夾。像我印象底度啊，鬼個其實個公馬佢出生的時候就已經結天嚟衝冇？冇嗎？也開始用溫度溫度同埋嘅濕度來控制也公嘅馬。安尼嗰個其他上落嘅時節，人哋都會特別同佢設計一啲環境講，有個溫度嗰個，人哋都會醫生佢去變馬，又係講嘅，安尼一個方式嘛。唔係，人哋壓出來，壓出來，排好來，送進安尼孵化室。啲孵化室差唔多50年，那會生出小烏龜出來，小龜嘅出來啲安尼孵化嘅當中差唔多30年左右，安尼攏開始用溫度嚟控制下溫度，
无又用安尼定时的吼，定时的时间吼，温度吼控制好嘞，所以一生出来的麻成数加个多。哦，用安尼的方式去决定呢？安尼的话，唔能用办去分辨那个除了讲的麻之外，因为规个有时间个人讲，其实卵生的嘛，无一定有受精看得出来无？看得出来。用办法呐？系从按部迄错别热上的卵，今日就是明日的热卵，日来排，长个日同后日两日有安尼受精的吼，安尼拍点出来。拍点出来，表示讲也有受精。嘿。其实个拍点，迄直接安尼看都看得出的。哎呀，迄个我以前个拿一个手电筒啦，嘛个去照。安尼看又看得出的。像安尼遐今日带来嘅吼，佢完全无受精的。哦。完全无拍点啊。嘿。哦，安尼看得出来哦。嘿，错。嗰度啊，以前我像人家有一天我拿个光照吼，这样看得出来安尼。对。安尼唔能嘅安尼嘅卵啊，唔能除了个分辨讲佢有受精无受精，有受精咧当然去孵化嘛，无受精咧唔能乜用办去处理啊？哦，我哋收集起来吼，安尼有身后有吹烟的吼，我要做皮料吼，来种吹啦，来做安尼有机会。佢直接都做皮料的哦，冇其他利用的方式的嘛？冇办法，因为太久的吼，冇办法食啦。唔能食的东西吼，拢爱洗枪了，姜有安尼沙门氏菌吼，所以讲尽量无建议讲直接拿来要煮的食啦。那你在跳到来安尼拿一个鬼在看公马的时节啦，有发现到一件事情呢，你能底部一个本地的沙的。先从同一般的沙的无嘛相同，底部很近唔近？迄种嘛嘅有特别用过吗？哦，佢种个水吼，为安尼碎石吼，其实拢进口入来吼，因为吸收水分，因为吸收水分吼，佮加佮强啦，唔会讲安尼乱埋啊地杯吼，种起来吼，拿起来吼佮重啊。一般以前的老方法吼，用埋啊伫沙堆地杯，伊遐吼科技吼真进步的啦，拢发现讲有一个安尼知识吼，落去孵化安尼小乌龟出生的时候，编啊一个地杯，编啊一个地杯唔会受打扰，因为小龟个出来又有肚脐，一出生个吼，迄肚脐吼无竖起来吼，迄肚脐较太裂，无竖起来啊吼，姜啊会有安尼过瘾吼，过瘾过厉害哦，有皮多嘅米丝吼，拢同步来，来吼，跟伫个肚脐当过吼，会产卵差不多1-2日又有小虫嘅走出来，所以说肚脐迄无竖起来啊吼，过瘾无该安尼处理啊吼，规个同步拢一空一空，安尼技能真夹入个时限吼。系，俺拢会扭起来吼，用安尼药店吼，给细细烧脱个啊，有的话拢有办法，有的话体弱多病的吼，又无办法的。嘿。我所讲，因为个有个科技的进步，能对其呢修个这种环境吼，个啥个含体配有去调整过，用一个知识落进去底部，本去做一个新的介质咯，错个。系啊，错。不过伊个贵个卵啊，兰姐没用数也给他安尼捏出来都好嘛，还有其他特别的方式呢？系啦，侬个明日要带数那个2-10数去压咯，所以讲明日都压了哦，腰酸背痛。无法都好用其他的工具啦，也讲更强壮的方式嘛。无办法呢，因为一个东西贵个吼，无像安尼强的卵吼，安尼强的卵啊，更硬凊彩。因为伊遐台湾的强的卵吼，拢爱烧，用卵给遐有烧过体力吼，伫体力给遐人安尼分安尼冬天的养殖户吼，一家咧翕成安尼孵化出来强的，伊安尼强的更好孵化，像安尼贵个又无办法，一震动啊，跟翻啊翻过来又安尼撞到水啊，做唔得。安尼冇办法孵化小乌龟出来。哎呦，冇想到贵个安娇龟哩。错。
按你嘅話，人咧鬼啊，其實你看佢嘅成長嘅過程，其實幾少年底嘛吼，鬼嘅佢嘅生活作息同人哋人共樣嘛，佢哋也係按部條水冇早晨就按嚟放嚟洗年頭啦，食東西按嚟嘛。錯，伊嘛是會冬眠咯。所以講伊遐冬天啦吼，冬天咧鬼也食唔落，所以因為熱天啦吼食個多，尤其上暖迄個啊吼。伊嘅食量吼，個太少，伊吼用20頭攞出來曬日頭，伊嘅日頭吼做得幫助伊消化，所以講咧，規個都唔係講，可能按不頭攏佇水底下較個多啦。哦，水底下哦。20頭吼，攏北上落曬日頭。我又覺得見人將人嘅人共樣咧，水母都按不頭水母早晨頭咧，白風來食東西啦，吼發通曬日頭一度。見人食啲東西喏，食啲人應該都米飼料個多嘛，吼。錯，安尼拜像上輪嘅時節吼，像人安尼懷孕嘛，攏要補充營養，安尼攏有通，有攏要攞安尼維他命啊，礦物質啊。個有通拜要一手托，要安尼用碘酒嗰度安尼稀釋手托，落飼料俾安尼食，所以講安尼食鬼個吼，學問嘛個大啦。唐風誒，講像見人食啲東西，人以前食鬼個唐講其實在嘛，都薔菜啦、高麗菜乾個啦，嘛，個都一建議看佢愛食唔食，安尼冇想到人含本其實個維他命啊，或是按到補品比人還個好呢。係啊，因為安尼生出來嘅卵吼，同那小鬼吼，小鬼安尼安尼營養啷會好，咱身體啷會好，出去啊吼，出去老爸本人當。做安尼寵物食啊吼，身體也健康，加個好食啦。安尼人咧鬼嘅其實有分兩種嘛，一種係賣出去嘅，一種係做繁殖用嘅。一般賣出去嘅差唔多要育1久嘅就可以賣出去嘅。其實安尼咧，從熱卵到孵化差唔多2-3日，5星期左右吼，6星期左右安尼做得賣出去嘅。因為安尼喺賣出去老闆啊吼。盡量莫開口啦，莫俾食東西啦。因為賣出去老闆嘅飼料同安尼台灣嘅飼料無相同。我喺台灣習慣食台灣飼料啊，出去老闆食嘅飼料可能唔會適合。所以講吼，一個東西安尼莫開口，莫俾開口，莫俾開口食，燒出去嘅。嗰時愛買時陣，趁着寒生，人都買出去，安尼個有法度好本件嘅，習慣其他嘅飼料。錯。安尼件唔會餓死嘛，唔會凍。那個冇聽過講嘅鬼也會餓死嘅，會食到安尼脹死啊，唔會餓死啊，因為水風有嗰度安尼微生物啊，嗰度安尼細隻嘅蟲嘅啊，有嗰度東西做得食啊。所以鬼嘅生命力會強咗。人安尼，觀眾朋友，人哋咧鬼真係蠻奇妙呢。根本你嚟唔知安尼小嘅，好多嗰度鬼嘅知識，尤其係用埋啲闊嘅講嘅買哦。唔過還有更多神奇嘅故事，人哋休息下，繼續嚟同大家分享哦。前面談嘅按到有關鬼嘅知識，除了按呢之外，來人在今日一日要雇用嘛去雇一個鬼呢，吼，今年地杯有用辦嘅內容，人哋夾夾來繼續請教一下來人在咯。來人在，學鬼嘅吼，人工作嘅流程太快，係用辦啊，因為一般嘅人講會米飼料啦，也就係，係咩嘢佢用迷你愛米啦，也講可以休息一下，1-2日再去雇一擺，係用辦嘅方式啦。照理講安尼，每日都愛看啦吼，愛順愛看咧地方吼，愛四周圍愛順來要看一看。如果講有出喪嘅啦，有死嘅咧要留起來。無吼留起來吼，佢安尼鬼嘅吼，有安尼細菌吼，所以水質唔會改好啦。所以每日吼，都愛2點鐘嘅熱水。熱水愛加溫水，
安尼有自动温水吼，满的伊会自动排出去，所以讲安尼每日都爱维持了，像一个礼拜日了一日，剩的时间都爱维。哇，安尼工作的时间够长呢？哎呀，还好做关系也好诶。嗰种差不多1点放床啊，开始爱来喂一个饲料，到1点可以休息啦。安尼差不多8点放起落去，要先去看看啊。时间从无上卵的时间过短啦，差不多1、2点钟的时间吼，爱处理，因为伊遐熟的实验的吼，拢关系的啦。一开始拢无按关系吼流程咯。水啊、温度啦，咁乜嘅要注意啊。安尼差唔多，人讲头都讲上卵嘛，规个其实嘅上卵差唔多分啊，睇哪个季节啦，有其实上卵嘅期间会长嘛？伊个上卵时间吼，每一只规个上卵嘅时间无相同。今比一只，像个一只，所以讲一只规个要分3摆来上卵。像安尼第一摆上去上卵嘅吼。也迄个卵差不多10粒到13粒，陆陆续续吼，第1摆、第3摆可能3粒、5粒，安尼要分3摆来上安尼。哇，安尼分都几麻烦的呢，糖空了，因为唔咩讲一摆几多毛，因为明年种鸡卵共用，明年都可以看一下，验一下。所以明年要验卵，从也时节啦吼，上卵的时节啦吼，又要从。差不多8点半开始热，迄个又没说的哦，热了又要跟佢安尼，伊安尼空吼要布满来，用沙盖布满来，布平平，布满来吼，天天伊上卵的地方，安尼咱看得熟，无每只规个拢上去爬的吼，伊上的地方的安尼有一个痕迹吼，拢比爬安尼平起来吼，无办法热啦。所以讲每日都热，都差不多整理好，差不多动主头的1点2点的。真忙辛苦呢。倘若也个你面到一件事情，因为佢上卵某一天嘛，假使讲，佢上卵的时间拄好，喺个人像落胎雨啦、梅雨季节嗰种嘅，还会冒着落雨嘅，下去安尼热嘅卵错冇？我呢上卵呢吼，当过有贴污过。其他咧产房。唔咩露天呢，所以讲当过拢有铁皮屋吼，拢做安尼铁皮屋围落。上卵的时节开门不上去上卵，无上卵的时间门要关起来。无吼，伊会干去撒啊吼，热了水吼，所以讲安尼2年要补一摆撒的。安尼本件人咧环境维持啊，个标准、个好嘅环境。错。原来迄个上岛嘅，上岛讲那个露天咧无见过嘅，假使讲佢上卵嘅时间，然后落太热嘅咯，哇！从外翻嚟都想讲当个喺落雨嘅电木子咁样嘅下来都热嘅卵，原来迄个上岛嘅。一个环境啊维持得安好，也其实一个过程算系几奇妙啦，因为安尼上讲咧。嗰度嘅生人咧，家中应该会相当带劲嘅来看用把规个吼佢嘅成长嘅过程嘛。人咧繁殖场吼叫规个地方，有对外来做开放冇，有去可以参观冇？我哋冇对方开放哦，像到去年嘅吼，梦嘅吼，我第一年去高丽菜吼，去跟人拖嗰啲高丽菜叶嘅吼，伊問係講高麗菜葉嘅按度做乜嘅？係講哪個咧不貴嘅實嚟個，咁我愛按度，係講我哋熟個度呢，係講梗係做到要款冇，我講可以啊，等來啊，像貼片對唔嘅啦，對我都冇開放啦，伊來看到按度啊，小按太好，冇有按開放，20年來比看一下做親子教育啊，我講好啊，個開放俾人報名。因為咧，忙到超過100個人來報名，所以講佢邊嘢吼要天5月左右啦，要不要到家長吼帶細人來做安尼親子教學。唔過人哋怎麼嘅唔能嘅範圍安好，人咧比較安好，怎麼嘅無開放本人去參觀咯？因為規個吼個講人潮，伊對安尼陌生人哦，安尼唔會個熟識嘅人吼會講，
啊，尤其伊咧安尼怀孕吼，看卵几下，生卵几下吼，唔係我兒戲啊吼，會驚啊伊流產，卵會安尼流下吼，冇辦法，啊會驚到，驚到唔敢送去生卵，我生啲水方吼，安尼冇菜，所以講人盡量冇一本原因。你去參觀咗哦，維持咧共用穩定嘅環境，啊，其他都變做一個嗰個貼配預約安尼啊，像有嘅可能學校啦、國泰嘅團體哦，貼配咧人員咧申請，能怎樣開放安尼？係錯。哦，嗰模菜呢，希望有一日可能也許啦，可能未來可以規劃一下，貼配可以開放一啲一些國嘅哦，本那個按照家庭啊，吼，細年咧，都可以去認識做一個好嘅生命教育啊。係錯。係。安尼個嘅繼續嚟問一下嚟即好嘅，因為一般嘅寵物啊，像貓嘅啦、狗嘅啦，吼，安尼養多嘅時間較久嘅，可能會認主人嘛，吼。係。啊，唔能咧貴嘅會冇。嘛相同會哦。會哦。啊，今日用辦咧表現啊？我收過來哦，啲水殼吼，我收過來，個當安尼，拿東西俾食咧哦，要等安尼，等食東西俾吃掉啦，安尼。係啊。啊，今日會聽到人嚟行喎。會啊。我行下來，停下來呢。奇妙呢。係，我停到呢，就後邊，我行下中間去嘅嗬，幾個我收過來。係。啊你，我問一下哦，蘭姐，因為頭都見面到一見嗬，看到我都見面，啊都聽表係滿嘅。從根本有帶來嘅規律嘛，嘅冇錯。啊，有嘅龜殼，嗰個龜殼，有嘅殼，有嘅算小嘅一嚿嘅嘅龜啊。哦，佢可能拍有7、8年、10多年有喎。嘿，你講按太窄嘅哦，一層龜誒，啊擺吼伊死嘅嗰度年人啦吼，如果有時候是安尼交配期啊、感染啊死吼，死了拿起來看哦，哇，底部有卵呢，係啊，嗰10個粒卵呢，嗰冇菜啊。啊，像有嘅龜殼啦吼，有嘅龜板加出體內啊。哦，像迄龜板吼，伊個中藥廠吼，攞來做安尼龜肉鮮椒吼，龜殼又做得做安尼龜苓膏，所以龜板咧較適合比龜殼龜價差唔多2、3片哦。哦，嗰時候講蛋糕嘅下背，蛋糕嘅蛋糕嘅個有價值嘛？下背嘅個有價值。爬地天內嘅龜板，係佢做安尼中藥材吼，個有伊個價值價個好。安尼蛋糕像安尼龜殼啊，安尼看其他算幾開組成的呀？哦，嗰龜殼哦，佢20人塊來組成的。啊，龜板吼下背係你板啊，佢有9塊。9塊，睇雜細雜攏共用。係相同，而家結構攏相同。哦，安尼係咪學越久其他嘅龜板越大嘅越有價值啦？其實安尼吼，盡量唔可以俾死啊。安尼係你繁殖啊，盡量俾生卵啊。生愈久愈好，所以一個都安尼一個自然死亡嘅。係錯。嗰時候越太雜嘅，就越唔會賣，係本佢留咗種嘅。係錯。啊，能地波一個龜啊，更加最太雜嘅，差唔多一太雜一重嘅。哦，有差唔多6斤嘅哦，6斤、6、7斤都有哦。哇，差唔多3公斤、2公斤人安尼。6斤有差唔多3公斤啦。安尼南方就各有分量。錯。嚟即係人之間更加對一個龜嘅龜包，喺女性角度又喺外性角度啊。哦，依下吼疫情過來吼，人哋攏女性嘅角度。係啊。攏買不盤送啦，盤送會出口啊，樣啊，冇乜清楚。係哦，做乜嘅人疫情過後變到女性嗰度？因為疫情其實有個貴嘅同人嘅應該冇乜嘅相關吧？人有受到疫情嘅影響嗎？哦，有哦，因為疫情嘅係開始唔掂乜嘅安尼原因吼，個度攏見安尼野生動物吼，所以說吼，安尼完全冇辦法出口。一般來講，人哋愛學有嘅龜嘅，從了去店面好賣之外，我不會看到嘅龜嘅啦，像啲荷巴度嘅啦，一般看到嘅人哋釀龜可以學冇？照嚟講是冇，盡量唔安尼啦。因為唔到俾釀龜落去吼，有安尼可能怕有細菌啊，有乜嘅安尼感染吼，經過安尼消毒啦
反反复复观察，观察伊讲有带安尼病菌无，所以讲吼，河巴吼尽量是拢唔好即个鸟鬼俗啦。嘿，更加还有个嘛个法律野生动物保育法嘛，保育个法律，谈讲凊彩养咪个鬼俗，会罚钱的吼。嘿，错，唔养多安尼保育的个问题过太哦。尤其虽然讲人咧聪明规矩唔免保育类的，但係鸟鬼人家有个看到的，心中也有个法则可以去管理的吼。嘿，错，所以讲安尼要尽量，安尼完全又冇办法讲唔好。唔好去俗去台湾的保育咧，所以讲一定要安尼考虑啊清楚吼，唔好违法。观众朋友，基本你系咪好嘅轨道呢？认识咧咧，人哋台湾咧延伸中嘅聪明犯规哦。更加呢，也希望大家有时间来到家中常用嘅时间，有机会可以联络一下人哋蓝者哦。有机会嘅话，认识一下，去看一下人哋咧聪明犯规到底係樣辦決定人下嘅生活。基本呢，也再一次感謝人哋藍者帶來安定人下嘅鬼嘅，也帶來安多精彩嘅故事哦，幫人哋好嘅軌道。多謝我。多謝主持人天使頭前咧上前大家歡迎來到長隆有機會大家認識一下，謝謝。好喲，大家坐到更加有個雙人麼呢？然後聽先生人哋來運動一下咯。希望我哋福起來節目嘅鄉親好朋友，記得點讚訂閱客家電視台頻道，順勢聽數分享出去哦。